太平岛的码头整修已经完工，这海巡规划100吨级的巡防艇进驻伫遐，也当予4000吨级的巡防舰挖港执行修护任务。有专家分析讲，伫南海局势紧张的时阵，100吨级的巡防艇回防太平岛，会当含南海附近的国家有制衡的作用。也若总统蔡英文落任进前，敢会去太平岛宣示主权呢？目前是还未确定。前总统马英九就讲，进前伊含淡水边拢捌去过太平岛的时阵，也有飞行安全也个维安的问题，相信蔡英文会当处理。接近欧洲议会访问团，蔡总统持续强化台澳关系。不过特别下任，蔡总统是不是亲身去太平岛，持续互人关心。借这个机会，我也要感谢我们欧洲绿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。国安局长蔡明言考虑飞行安全甲维安因素，无建议前往。不过前总统马英九伫面册讲，莫因为利益也是威胁的阻碍，期待蔡英文谨慎思考，上岛维护国家甲民生士气。国讲8年前捌有友邦反对，不过也是坚持上岛，认为安全技术毋是问题。若是前总统陈水扁自从08年是咱国总统上岛的头一人，不过陈水扁讲蔡英文是毋是前往，应该尊重国安单位的评估，因为南海局势甲较早已经无共，太平岛码头已经整修完工，未来海巡会停100吨级的巡防艇，也会当提供4000吨级的巡防舰停靠，要予太平岛成为咱国伫南海执行运补甲人道救援的前进基地。本属业规划100吨级巡防艇常态进驻太平岛，可供4000吨级巡防舰泊靠，机动执行护江任务。传出100吨级巡防舰已经到太平岛，这礼拜会进行工程完工的启用仪式。海巡署虽然无证实，不过专家分析，让8年100吨级的巡防艇回防太平岛，伫南海局势紧张的时阵，会当强化执法的力量。它的配备呢，基本上来讲就是大概是轻机枪或步枪而已哦。那当然它的速度快哦，它可以降低那个军事冲突的层面哦，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执法成效。专家认为，这个建设太平岛会当对南海附近国家产生制衡的作用，强化中心主权代表意义。蔡总统是不是上岛也未确定，不过伫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已经排定5月16日到太平岛考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